过来，过来！嘿呦，薛公子，这是怎么啦？什么怎么了？公子爷我花大把银子，是来看义武倾城的倾城姑娘，而非这些庸脂俗粉。滚！都给我滚！薛公子息怒啊！那倾城姑娘她一会儿就来了。什么？说什么？一会儿？嘿，她一小小舞姬，架子倒是不小啊！再不出来，爷我的耐性要是没了，手痒起来，把你们这明月阁砸个稀巴烂，你信不信？对，我来倾城，我们要来倾城，我们就砸！哎呀，薛公子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啊！你们看，这不是来了吗？你在哪儿呢？公子，我在这儿，快来抓我呀！没人，别再躲躲藏藏了，出来吧！别再躲了啊！快出来！那你说我到底有多美啊？哎呀，美的小生啊，那是心醉神迷呀！若能得春宵一度。小生我死而无憾的美人。那这样说，你的这颗心都是我的了？当然了，今晚我的身子和心呐，全由你处置。好，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了。好，好。住手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狐族的2位执法大人。小维，这厢有礼了。逆狐小维，你违反狐族条规，杀孽深重，速随我回狐族请罪。想抓我？好啊，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长进了。尤尔这个逆狐跑了，他妖灵受损，若不能在月圆之夜吃到人心，必会显露原形，法力大失，谅他也跑不了多远。倾城啊，倾城，燕窝给你做好了，我给薛公子也做了一份儿。